根据内政部最新的统计，受到关厝价甲少价化影响，去年全国继承移转的厝拢总有77000多栋，年增9.4%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也若新北市政府的有15000栋，成长率是13%，是6都内底占上侪。不过专家嘛提醒，继承人了后，若是想要转卖，会面临真悬的交易税，应该量早规划。建筑工人伫工地内底赶紧赶实，希望新大楼用伫预定的时程内底顺利来完工。只是民众想要买厝，这压力实在是愈来愈大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2023年第三季全国厝价所得比达到9.86倍，佫再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。房价涨得太快了，台北买不下去，就会去往新北啊、桃园啊，这个是没有争议的，就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。头期款的部分，对年轻人的压力还蛮大的。除了去年第三季厝价所得比佫再创下历史新高以外，伫内政部资料会看到，去年全国继承移转的栋数也是史上上多，总共是77012栋，年增9.4%。其中伫6都的继承移转方面全部增加，人口上多新北市继承移转应讲是台南市的3倍，政务移转也称悬，去年全国政务移转是51919栋，年增加4%。长辈呢，普遍都倾向于留房养老，而不是养儿防老。那房子呢，都非得等到过世之后才会给下一代的继承人给继承，所以继承移转栋数持续的增加。那另外一个原因，当然是因为人口高龄化的影响。不过何世昌也讲，对2016年起处置的不动产要卖时，必须适用新制房地合一税，也就是处置成本愈低，赚愈多，扣的税愈悬。所以讲，继承处置的所有权人，若是未来有移转的需求，一定要先规划，包含持有的时间又较长，或者税扣较低，也是讲用自用的税率、定买退税这方式，才有法度避免互扣重税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